台北的西门町有一间去年才拄啊开幕的饭店，讲5月初1的年假，一间亲像伫宿舍的卡网床位，住一暝竟然要4000块，网友痛骂讲伤贵咯。 请咖啡色的空间，打造出城市立体感觉。这间伫西门町的饭店，离捷运站敢若1分钟。去年底开幕，是旅宿企业旗下高级品牌。房型唔有双人房甲家庭房，也有亲像攀野客栈宿舍型的床位，装潢真用心，也毋过介绍也惊到人。有网友想要订年假5月初1去买饭店。 想袂到所发现，其中攀野床位一暝介绍大概4000块，互伊带一个，讲虽然是年假，也毋过这介绍敢袂伤罕。4000块，所以就没有人要国旅啊。对啊，我去上海就住跟台北一样的同一间公司，只要1/5的价格，4000块太贵了啦。 有点贵，我觉得还是要看环境整洁度，然后空间的大小。 去做评价会比较，民众普遍认为这个介绍有影伤离谱，毕竟像这个房型，那浴缸啊爱讲家用，也较无温书。不过专家是安尼解释，饭店地价本来就是动态了，依照需求供给调整。那高需求的周末连假呢，演唱会的时间点，整体放假都会走高。那商业行为呢，本来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，那所定出来的价格，自然会由市场商业机制决定是否适合。那就跟一个便当呢有不同卖法跟价位是一样的。董事业者讲，房价会因为某项内容有所差别，甲这个介绍也会甲平常时有正差。 不过，饭店也依照市场的需求来调整，中价敢有合理，消费者有因家己的判断。是讲介绍也甲市场的需求甲个人的接受度有关系。要安怎操作，也是业者一定会当着课题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